一点点，不能全部搞通，你搞通当然更好了。第3门课第3门课是训诂学，第4门课古代汉语，你古代汉语基本了解一点点，是吧？你老不了解，你怎么讲呢？这个地方，等一下我讲到大学的，这个第一个字是动词还是名词啊？你连动词名词都不懂，怎么能教好语文呢？是吧？所以这个古代汉语，第5门课，第5门学科叫做古代史，古代的历史。因为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大学《论语》里面全部是一些历史，你一些历史基本典故都不知道，你就讲不通，你教不好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基础知识5门课，文字学、韵律学、训诂学、古代汉语、古代史，要真正教好这些经典著作。有些朋友一听了就傻眼了，刘院长，我不是还要学10年我都学不到。我这里讲的，你去讲经典，你是去教学生读经典是2码事，是吧？你读经典呢，你稍微了解一点点就教得好了。这里我是讲要你去讲经典，如果去怎么讲好大学，怎么讲好论语，怎么教好易经，怎么教好春秋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所以我提的要求就高一点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学习回去去教学生读好经典，2个要求的我们第1个要求是教学生读好经典，第2个要求呢，我们能够这个班里面，我们有80-90个学员里面能够回去讲经典，有5个人、10个人、3个人讲都不错了。我们现在都讲不好，是吧？全国讲45经的不到30个人呢，是吧？讲经典，这是第2个高层次的要求。我们台湾，我了解几位我们老师已经能够讲经典，并且讲得很好，讲得很好，所以2个层次。第一，我们要教学生读经典，也教学生教经典，所以我是从教经典这个角度来要求的。第2点叫认真熟读经典典籍，那你要很熟读。熟读呢，我就讲至少把这些要读。蒙学的那这个太简单了，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、千字文，是吧？例文对韵，这些是太简单了。这个呢是大家要滚瓜烂熟。经典典籍，典籍叫经书，经书大学四书5经、四书13经、四书21经。我的想法呢，你至少把四书5经要读好，读得滚瓜烂熟。如果大家有要求，要把四书13经要读一读。古代我们中国的人都读了13经的，最高要求是21经，读了21经，那就教得更好了，是吧？我们也不要讲男老师了，要读500部，是吧？四书13经，13经你起码了解一下，是吧？再把一些古典一些主要的作品读一读，是吧？这是我们讲认真读书经典典籍。第3点要求认真掌握经典教学方法，经典教育方法有方法的，我们每个老师都会讲一点，我这里就不多讲了。这是第1点要求。第2点，用心教经典。教经典关键是用心教学生，用心的教学生读经典，它很简单，但是关键是老师我认为要做到6点。第1点，教学生诵读，你把学生诵读好。第一要读准确，音要读准，你音读不准叫做误人子弟了。所以我当老师第1个要求是教对。第2
是教好，首先教对。所以你把每一句每一个字要读准确，这是第一要求。第二是教好，所以教学生诵读好。第二要教学生熟读，熟读是什么？就反复的读，反复的读。等一下我要讲，要读多少遍？起码100篇以上，起码100篇，100篇到200篇、300篇，没有哪个学生不背的，终身能背。读书就是一个读，反复读，读多了就背，他自然背了，你不要强调他背都背得了。所以你讲个背呢，学生就紧张，是吧？我们直接要求读，他背了他就觉得有压力。我们讲不要你背，只要你读，你看来读的，我们等一下我会讲到具体读的要求，是吧？但记忆力好的3遍就背住了，记忆力最差的49遍，是吧？你看我读了100遍、200遍、300遍，你看他哪个不能背啊？所以读书就这么简单。我们过去呢就搞得那么神秘，是吧？第三，教学生背诵，背诵呢就是我讲，你书读了绝对背诵，这是我们老师掌握。第四，教学生执礼，一定要从基本礼节开始。我认为我们经典教育第一个礼，首先就是鞠躬礼，是吧？我们台湾做得很好。我们中国的礼，我讲了，中国的礼呢，是世界上各民族里面最科学、最高雅、最安全的礼节。你看哪个民族有啊？我们中国学了人家一个礼节，握手，是吧？实际握手啊，学西方的，不是中国文化。握手好不好？你看，我们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不要握手的了。你看西方欧洲去拥抱，我们老祖宗遇到将来肯定有流感，有猪流感、禽流感，有 SARS。你看我刚从洗手间出来，突然碰到一个朋友，他一定要握手，我手还没干，你看难背吗？难背是吧？我和一个女士握手，伸出手，女士不和我握，很难背，又收回来。你看我们老祖宗都考虑了，握手啊，确认疾病，是吧？拥抱了确认疾病了。我们老祖宗高雅，不接触身体，是吧？但是又高雅。你看，第一，鞠躬礼。鞠躬礼啊，过去的鞠躬礼都是要手要这么紧，要90度，是吧？然后再慢慢放下来。后面呢，我们为了简单，太麻烦了，那就手也不伸出来，就是放在两边了，是吧？这个敬礼呢，鞠躬礼要慢慢的起来，是吧？你不在，这个礼有要求的，对长辈、对于老人、对于老师，第一次见面要90度，第一次见面90度，现在基本是这样的，后面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要求。那么一天见面100次呢？你不要100个90度，这个浪费时间嘛，是吧？你当然做得好了更好嘛，是吧？他主要这个很讲实用，我们这民族很讲礼，又很讲实用，是吧？你看每一天第一次见到老人长辈一定要90度，后面见到25度、15度。所以心要诚，心要静。礼，我讲中国的礼啊，它主要是中国的礼
第一个要求是敬，心里要敬重的敬，你要把敬字装在你的脑子里面。你看敬礼完全不同的，你没装作敬字啊，绝对不对。第二个要雅，中国的礼是雅，高雅。第三个是静，安静的静。你看中国的礼很讲到静、雅、静，体现这三个字，你就有礼貌，有礼，是吧？敬重的敬，高雅的雅，安静的静，是吧？优雅的雅，高雅的雅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中国礼，你看我们的鞠躬礼，第一次一定要90度，第二次25度、15度都可以。啊，你同班人、同辈人，有个15度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你好，是吧？这个就发展是，你看我们古代，你看是不是最科学的？是不是最科学的？我们古代没有一个得腰椎病的，每天你好，你好，每一天得到锻炼，是吧？现在我们大家不做鞠躬礼了，所以中国人50%、60%得腰椎病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老祖宗聪不聪明啊？这都是有，是吧？第二个礼节是作揖了，也叫做拱手礼，是吧？拱手礼，相隔了2几公里了，你看，你还在那边，我看到了，你好啊，欢迎欢迎啊，是吧？这很远都在给你鞠躬了，你看，中国的礼节是很好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搞经典教育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学会鞠躬礼，要教学生，每个学生做鞠躬礼。啊，这一个礼节，是吧？碰到人家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这学校完全变了。他家长啊，我们的学校你去看，那学生就是这一个礼，一个礼拜3天就学会，3天学会以后巩固49天，1个月，啊，这个50天，将近2个月。今后你再也不要讲了，他碰到人自动的鞠躬了，根本不用去教他。他自然，他碰到人不鞠躬就不舒服，是吧？习惯成自然，习惯决定性格啊。后面我要讲的，性格决定命运啊。简单的讲，习惯决定命运，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，决定一个人的命运。你就是一个鞠躬啊。如果这个老师不会鞠躬，校长要带头鞠躬。好吧，老师都要鞠躬，这是一种心理敬重别人、学经典的一个外在的表现，看你是不是鞠躬，是吧？这是最基本的，所以我们要教学生执礼，教学生执事，怎么做事，每一件事情要教学生做。我这10大行为习惯里面就专门有一个做事的习惯，啊，做事的习惯，学习的习惯，睡觉的习惯，睡觉都要有习惯，饮食的习惯等等，我后面也要向大家讲的。你看我们读了经典，你还是那样的，一样都不知道做，毛里毛躁，是吧？你这里像读了经典的吗？是吧？所以读经典，老师教经典的时候，一定不能光教学生读，教学生的礼节，教学生怎么做事，教学生怎么做人，结合起来，这样的效果非常好，是吧？这是第2点，要带头啊，用心教经典，带头做经典。我们老师我讲的至少是4个带头了，带头实践中华礼仪，带头实践中华美德。中华美德知道吗？啊，我们讲8大美德：孝悌、忠信、礼义、廉耻。我们最后这个9号晚上联欢会啊，我邀我的学生
丁洪清为大家用沙画演示八大美德。八大美德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把孝摆在第一位。孝是道德之本，做人之本，是吧？所以你要有带斗实节啊，八大美德啊。我现在知道在学校1个月放4天假，平时不放假，1个月4天假。这个4天假我取了个名字的，我要我的校长，你一定按我这个名字做，叫做什么？孝亲假。我不能讲这1个月放4天假，不是，我这个假都有个名称的，孝亲假。每个老师回去要孝敬父母，每个学生要回去孝敬父母，要做1件孝敬父母的事，回来要检查汇报的。每个老师1个月给你报销100块钱，你要买100块钱的东西送给你父母，因为学校没有这么多钱嘛，是吧？主要是一个培养他。拿起发票来报，要你母亲父亲签个字，是吧？主要是培养老师啊，要真正要做经典。他老师来孝敬父母呢，他就会教学生孝敬父母，是吧？